为到的艺术就下当年来接触中华民国时光艺术协会主办的何忠义艺术家去展览，邀请9届艺术家共下来参加，让艺术品融入在生活当中，成为客家时期艺术家邱兆翠基礎住世世界嘅徽址，做出為重高嘅彩色地呢，提供嚟認為。一隻素材，大家做啲電影裏邊輕鬆，係種藝術家係結合嚟設計啲度嘅樹創生活景觀，透過冇強壯嘅素材來呈現。三hand發條嘅壽司，行開一片，坐下來就聽得到鬼後堂嘅音樂，聽聽嚟變出來。我有間壽司發條三hand嘅想法，係藝術家希望民眾感受得到。唔單將係作息嘅世界愛上網打拼，面對休閒生活，未愛認真看待。喺苗栗鄉下大嘅藝術家邱兆翠，閒暇時節接送自家種東西來搞，古所作品嘅風格具有新年嘅神氣。大家特別會談到當即接送談到嘅像嘅有一隻係有一處嘅小星星，有一隻係我愛彈嘅搖籃曲。他全部就會談到會當輕鬆嘅。藝術家鍾飛林係邀請嘅社區居民，向下來把塑膠避歸，就像係成功公園嘅草坪檔，生出一縷縷嘅蘑菇，加添嘅社區嘅色彩。將市場地背嘅塑膠堆變做藝術景觀，係藝術家統統發明到嘅。中山社區藝術草嘅愛作品行出花廊和間美術館，融入嘅社區生活。當它進入到空間的時候，它的意義就非凡了。它就是跟你互動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比方，即使我們離開這個社區，這個作品還會跟這個社區有一些互動關係，還有一些存在。它可能不可能完全撤離。貴平上嘅社區巷路變做開放式嘅美術館，唔單止係提升藝術展覽嘅參與感，亦希望透過藝術家嘅呈現，做到進一步改變民眾對藝術困難加權嘅傳統想法。客家新聞發劇場陳欣怡特別報道。